為着要來改善這過路人的交通環境，佇個嘉義的大拿呢，因是開4500多班，甲這鎮內中正路甲忠孝路兩邊這舊的人行道攏甲拆掉，要來做新的。這時間是需要個外月的時間，也毋過地方呢煞是真無歡喜，認為無開這個說明會就要來施工，而且嘛無鋪便道，會影響到因的生活甲生理。施工現場當咧拆舊的人行道，塗骹攏是碎去的土石。這後邊的居民是真困擾，因為無替因用便道，互因逐工出門攏愛行這種攏是碎石仔的路，路中袂因為驚受傷，已經4天無法度出門。阮當80幾歲啊，阮足無方便的啊，哪迄個會當厝互阮過無？我們也跟他要求說，你可不可以找一塊地方，小甲阮談咧，阮會當出去，嘛較安全，嘛要行嘛較好行，通通不理不睬。除了當咧施工的所在，已經完工的人行道嘛，互民眾來怨嘆。人行道無做處理物件，關街落差，毋但互自行的車無法度停入來厝內的車庫。在輪的中部要落去人行道，佫需要大家來鬥行，實在是影響到生活甲生理。規間啊，趕到就做到，毋免講規座攏做，無要緊。阮會當講只要3個車安尼就當做。安尼阮是大家方便啦。施工的過程當中，的確很多的突發狀況，那也請我們的科長，還有我們的主辦人員，如果有收到我們周邊居民的反應呢，就直接到現場去做一個處理。大拿鎮公所開4500班，佇鎮來做人行道的改善工程，煞造成附近住戶的不方便。鎮公所就表示，工程進前有開協調會，嘛有按照規劃設計來施工，造成住戶的不方便，真歹勢。會閣來舉辦說明會，了解民眾的需求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